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大江的舞，爱下落舞，做伙来舞，音乐才舞。大家的舞，鹦鹉唱舞，看你来舞，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2千8点。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内底的人的沙漠。各地各种也是爽够看。一定食海产，我也想摇滚。可能年纪较大一寡的，这少年囡仔，伫前捌台语歌的时阵，会使去了解伊背后的文化，佮有台语真特殊的声韵。其实这拢是咱真珍贵的文化。一台车来来去去几个声，嘛是大声怪较温柔的名，有甲舒服的味。我想要互一寡人勇气，甲因鼓励，甲因鼓励安尼。所以这条歌其实虽然听起来淡薄仔悲伤，毋过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的歌。谈一嘴诗，听一段音乐，咱的语言有味，咱的歌有澎湃。台语歌有绵软过日的歌水，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欢迎收看《海味61号》。大家好，我是沙艾克，一个做料理一定要配歌听的总破塞。平常时啊，我爱买菜，爱煮食，啊，即马我爱拍拼学台语，做主持人。虽然讲新婚愈来愈多，啊，毋过这种充满挑战的感觉，我感觉足幸福的哦。今日就来家啊细细哦，问大家是毋是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新婚？啊，平常时是安怎转换，安怎平衡的？行，就问一下，你平常时咧食什么款的头路？我是特助、护理师、游泳的教练。我是皮拉提斯教练。无怪气质较好对哦，所以你即马是 bartender 在上班。有，啊，你以前是做啥的哈？以前是业务。啊，你哪想到要转换你的新婚哈？因为运动可以让人家身体很好。哪有一天你会当换头路的？嘿，你会当换做？我想要回人吃啊。妈妈煮的饭，虾仁煎蛋、茄子蛋。你是要人吃的哈？空姐可以出去玩。那是你嘞？会这样。哦，你想要开到一种会点？咖啡厅比较常喜欢安静的地方。刷来。山顶。刷顶。听歌，放空，冥想。开一个民宿，因为我真爱就是照顾朋友安尼。啊，你做到这么敢有欢喜？还不错。是在害羞的。讲到斜杠，有一个人，日时是老师，暗时是囡仔人。杨树好的音乐呢，就亲像黑板顶头无写出来迄句心内话哦。伊的歌呢，有对社会的看法，嘛有依然互伊的永恒。现在听树好写落来故事，像我这款人。我这款人，只顾家己开活，上帝之来真侪代志袂收煞，一个看袂着对方需要的伴，有啥物资格去期？这款人啊，讲来嘛无啥，不时藏一罐锁匙伫落地啊，拍会开的是过去的运命，拍袂开的是迄本户口簿啊。我这款人啊，定定惊孤单，有几支锁匙前后藏伫因遐生活，话总是要互相看。几支锁匙，搁转来倒边的拖，一台车来来去去，几个声，嘛是大声怪较温柔的名，富甲输的话，
空空伫遐，外头无人问阮要食啥。像我这款人啊，只顾家己开活，剩地一来真多代志袂收煞，一个看袂着对方需要的伴，有啥物资格去期待人穿新娘衫？像我这款人啊，就是家己外声影，心内带一个也袂大汉的囡仔，遗憾是分开了后才知影，予人爱过的迄个我有偌好命。车来来去去几个声，嘛是大心怪卡温柔的名，富甲舒服的位，空空伫遐，外头无人问阮要食啥。像我这款人啊，只顾家己开活，剩地一来真多代志袂收煞，一个看袂着对方需要的伴。啥物资格去期待人穿新娘衫？像我这款人啊，就是家己外声影，心内带一个也袂大汉的囡仔，遗憾是分开了后才知影，予人爱过的迄个我有偌好命。像我这款人啊。搁通期待啥？要讲的话到尾嘛是讲袂出声，袂当予伊好命的查某囡仔，嘛是曾经刻伫心肝的名。像我这款人啊，落头就注定，注定是世界流浪的囡仔，遗憾是去条围巾也搁有伫遐。像我这款人啊，孤单。遗憾是上好的青春留伫遐，像我这款人啊，孤单拄好命命。大家今日较认真的哦，因为今日要来上课啊，来到咱海味61号的是一个足少年的学校老师，咱来做伙欢迎杨树浩杨老师，你好。啊，你头一条表演的这条叫做像我这款人，嘛是算是这届金曲奖足红的一条歌。啊，这条歌是咧讲一个什么款的故事哈？还是讲你是倒一款的人？我就是一个会晓反省的人哈，所以会晓反省。当然，这条歌嘛是有家己的故事点内底啊。不过这是一个我甲我的可能高中的同学啊，在讨论讲啊，因为做专辑的做第二张专辑差不多是到30岁，去年的时阵吼，啊在讨论，就感觉讲阮这个时代的少年囡仔，当着失恋啊，是讲成家立业的这关的时阵，敢若需要的条件，甲顶一代。可能阮查甫囡仔的这个要求，对查甫囡仔这个时代对查甫囡仔要求不哩啊悬啊，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讲要来甲阮这个世代的查甫囡仔啊，面对爱情的一寡反省甲写落来。所以内底有一句较贼的歌词，写讲一个看袂到对方需要的伴，有啥物资格去期待人穿新娘衫？我感觉这是其实是。唔那我啦，我感觉是咱这个时代的查某囡仔应该拢藏伫心内的一句话，拢会拄着的安尼。啊，你平常是搁伫个劳动高商教人国文安尼？教囡仔国文嘿。啊，你今日教因安怎谈恋爱啊？哦，其实因为做导师的关系啊，定定会拄着我的学生甲我分享因可能谈恋爱失恋啊。这其实拢是阮做导师的日常的，拢是会拄着的吼。所以其实像咱这款人内底真侪歌的想法，譬如讲像我这款人，
哦，拄我讲到啊，是讲另外一条歌叫毋正囝，8月初8，这其实拢是我看囡仔，看我的学生的日常，啊去看我的成长的过程，甲我身躯边朋友啊因仔过生活，啊整理出来的心情。那安尼我要给你考一个较困难的哦。驾车甲唱歌创作，那两个敢若会当经一个，你较介意倒一个？我当然是较介意唱歌啦。为什么安尼讲？唱歌是一种对心情的整理。搁讲到整理，就伊就是一个整理。每一条歌拢是对无共款的生命阶段，对这个心情的记录。所以我感觉，不只是唱歌，我感觉我是一个写歌的人。哦，写歌、唱歌，也是讲制作，也是讲咱在听编曲。哦，找这个乐师来录音室编曲的时阵，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过程。伊是一个点。咱这个时代留下一寡物件的一个可能是兴趣，我的家己的兴趣也好，也是讲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有安尼一个能力，所以之所以存在。所以其实咱这算是讲唱歌也是讲写歌，伊是一种有输入也有输出啦吼。但是驾车伊其实就是输出，大部分是输出。是为着别人。咱是为着这个囡仔，是讲家长啊，是讲这个环境。咱在做一寡理想的表达，但是你需要，我需要写歌，我需要生活，才有法度伫到现场做较无共款的代志。去支持你平常时的工课安尼。天青青，地凉凉，天青青，地凉凉。天青青，地凉凉，天青青，地凉凉，心情所依所万变，你路远大像天庭，心情所依所万变，路底下叫万变。颠倒倒的世界，有时三分失魄飞去倒位无人知。各项生活拢爱靠网络的时代，上惊假善假达的虚歌妖魔鬼怪。开讲讲因流浪坐过的声，变甲亲像移山倒海，还袂花。啥物物件事件因着紧研究声，嘴角全吐家己的名，煞袂晓写。受惊受惊来受惊，有偌济人点睛去看伊着请影。受惊受惊来受惊，哪会哭紧要变做是歹当有写。受惊受惊来受惊，走去学路目屎讲伊有偌好行。受惊受惊来受惊，莫互手机也变做鸦片。迄款水性用花镜头内底，爱伊甲无命毋知惊。这款放假若只是爱情尔尔，无共款的剧本伫社会逐工在搬。受惊受惊来受惊，有偌济人点睛去看伊着请影。受惊受惊来受惊，哪会哭紧要变做是歹当有写。受惊受惊来受惊，走去学路目屎讲伊有偌好行。受惊受惊来受惊，莫互手机也变做鸦片，是毋惊。受到东西南北风，受到中土地公，天都来受惊，天际来受惊。拜声慈悲观音妈，拜声风花你落车。不受别人负担，不受别人骗，三分对错一路翻，七撇对错一路过。受了头脑变空空，受了生命无形状，拜声望路兵，望路
受惊，有偌济人点入去看伊着请赢，受惊受惊来受惊，哪会讲紧的变做是歹当旧声，受惊受惊来受惊，走去乌路讲伊有偌好命，受惊受惊来受惊，莫互手机也变做阿骗心惊。头我表演这条手机我足介意的呢。啊，你内底足特别的，你叫我下迄鼓吹的声音入去。啊，歌词嘛一直中和讲收惊收惊，是像着惊着你咧帮伊收惊。我讲咱这个时代吼，都是真侪人因为网络的问题着惊啦。那亲像我就是1、2年前看到王小鸡为着伊的流量，吼走去柬埔寨做一寡避人避灾的代志，可能伊的结局嘛无真好。啊，定定咱伫咧。教室内底，也是讲校园内底，甲囡仔咧讨论讲因未来要做啥，真侪人拢会甲你讲伊要做网红。真正呢，大家拢想要，伊看开都是，那像每一个拢，嘿，过甲拢袂歹，过甲足爽的，足痛的。但是，可能一个成功的网红，伊尾啊，伫背后的准备真济啦吼。咱嘛袂使遮直接去甲囡仔讲其实做这吼有啥物问题嘛毋是恁想的遮尔简单。所以我。当然，这爱转来讲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方向，我一直希望讲，会使将一寡传统的文化结合咱即马较新的一寡议题来做一个较新的一个编曲也好，也是音乐的制作，这也是这个时代新台语歌的一个表现。所以伫安尼一个主题顶悬，我想要当你像日常甲囡仔讲其实做网红会拄到啥物问题，还是讲你甲骂甲伊念。伊无一定会听得入去，但是你爱用一寡较趣味的方式，像讲这条歌，伊其实用咱传统的道教的收惊词，伊有本地有讲收到东西南北方，收到中央土地公，我就甲改一段词讲TikTok 来收惊，面册来收惊，请神无够，我去拜请慈悲观音妈，找观音妈，风火李路车，脚踏风火轮的李路车，做伙来斗相共。拜请网络兵、网络将，收到东西南北方。所以伊其实这个物件是希望讲踮这个写歌的内容，就希望讲伊是有一寡结合的啦吼，传统甲现代的结合。所以音乐顶悬，我希望伊的声音会使较刺激，所以我去找我的圣师兄啦吼，萃取今年金曲奖最佳乐团的歌手金奎刚来做编曲，因为迄当阵我的想象就是讲。迄人真捌对，这条歌应该是爱伫节奏组顶悬有一寡设计啦吼。当然，阮知影讲这个物件应该是爱一寡传统的声音入去，所以阮找到激动，阮做伙来去想讲这会使安怎加声音入来，所以找到英国录众神和台湾的迄个民乐团、民乐团来录这个声音做伙来编曲。所以在有鼓吹的声音，搁有一寡可能是下弦其实迄拢放伫真后壁，搁有传统的鼓的声音，甲开讲讲的鼓，搁有咱这条歌美式摇滚的一个做法。木瓜真正是听你讲，我才知影你找遮侪遮牛的音乐人来合作，不过这条歌遮好听对安尼。其实虽然你拄则讲吼，你做台语歌是因为台语好耍，不过安尼听落来嘛是感觉你。心内嘛是才有迄种台语的使命感的呢。因为语言的背后通常包括文化，所以我拄仔讲的这段拢是我成长的文化的过程。你嘛是因为真心真介意这个文化，你才会有遮尔济感想，在做台语歌，也是讲制作的时阵，你会有遮尔济想法。所以我感觉，莫讲我有这个使命感，我是
真希望讲咱后一辈，也是讲咱同辈，也是讲比我较可能年纪较大一寡的，即个少年囡仔，伫前捌台语歌的时阵，会使去了解伊背后的文化，佮有台语真特殊的声韵。其实这拢是咱真珍贵的文化。希望就咱亲像我伫头一张专辑《阮的青春你的歌》内底有一句歌词是用阮宜兰民主运动先贤郭武新先生伊讲。旱钱唔惊落土烂，只求基效代代传。不管是台湾人的命运，还是这个语言伊的过去、今嘛、甲未来，我拢希望其实会使，就亲像咱台湾人是旱钱仔囝，伊的生命力真强真硬斗。硬斗，我就介意这个你的。就是咱不管面对啥物问题，拢会使找出一寡解决的方式。小看。咱当时也嘛会小可惊吓，但是一步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就豆豆啊行，拢会行出一个真开阔的未来啦。就真像你讲的呢，因为这条歌唔那就有意义的，伊的曲风我听的时阵嘛有迄种豆豆啊行，有迄种向前行的感觉。这嘛是你挑工来编排的，是不是？迄当阵其实是建伟老师，因为伊的想法真特别啦。伊希望讲咱这条歌就做民谣，其实咱行袂出国际，咱希望会使甲台语歌带向国际，所以像讲军舰岛也好流氓岛也好，其实像安尼电影的题材，拢是咧写二战迄当阵的故事。咱的军方嘛是共款，所以像讲伊这个像讲拍鼓是讲伊的 bass， 伊的节奏组拍一个那亲像 disco 的，这样飘撇这首歌这样飘撇的一个内容，你哪会想到卡拉现的我都伫内底？阮甲王希文老师踮录音室内底在模拟。二战的时阵，迄飞行机用弦乐在模仿飞行机飞来飞去，飞行机的声音，是炮弹的声音，飞行机的声音，这拢是在专辑内底希望讲，咱这条歌若有机会，咱去日本演，咱去韩国演，咱去亚洲，也是讲离开亚洲其他的国家来演。我希望这条歌拢会是会使代表台湾人精神的一个真飘撇的一首歌。好，感谢苏浩老师今日来这帮咱上课。差不多下课学生啊，对，上尾呢，咱就来做回欣赏这条《风鸣正书大军夫》，感谢你来说哦，多谢，继续听歌。新娘啊，眠床也袂困，烧着来去行。厝内的田地三甲外，6月小热时阵老爸挂稻啊。火车行甲就丢丢重啊，半山半车开往大高城。大家有江边人爸爸，汉人高山南来北往的船只。望春雨，一支太阳旗飞过远的海洋。是曾乡，无昔日大日时代的漂流。风鸣战士大军夫，做伙来去南洋起大厝。红红的日头晒身躯，故乡的平安符，遥远的马祖。逐工写，人的生死拢是天注定。无米通食的汉时仔囝，深的困醒，感着的无生命。望春雨，一场战事需要偌济的理由。是曾乡，夜夜梦。
斜杠啊，若是职业哦，啊，佫有一届组2个乐团的雨辰，伊有当时啊呢是灭火器的吉他，啊有当时啊佫是 Empty Oreo 的灵魂哦。因的歌呢，我感觉听起来就亲像平凡生活内底的热情哦。你听到，你就想要倒咧画出来安尼，暂时袂记即马家己的身份。先来感受因的第一条歌，我感觉听起来心情一定会变好的 Party Song。心底啊看海，敢是有代志在等待。Just go with us, don't be nervous, everything will be changed。你完全袂奇怪，歹代志赴过顶来，今晚才要开始，Don't forget you're the party, my friend. I know you are the king， 只要你讲一句话，无人敢前进。莫搁伫这思考你的爱情，免想遐多，你叫啉对啉对。哎呦，欢迎 Empty Oreo 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拍下先拍一下，太足久啊！啊，恁当初是安怎互 Empty Oreo 这个名啊？伊听起来，哪像想不出来什么意思？
然后要号名，其实足痛苦的，足歹号的，所以专辑要发的时阵，差不多想要几啊天哦，有可能真袂歹。啊，最后想的感觉，既然想袂出来，我就用我拍电动的账号安尼 ，Empty Oreo， 啊个安尼就好啊，我不管啦。这就是你拍电动的名。嘿，所以你是感觉写歌甲号名佫较困难是无？嘿，而且我写的歌拢是先写了啊，名拢号袂出来。你是对你来讲，你是先有感觉的人，先甲写落来就对啊。故事才豆啊甲补入去安尼。号名真正足难的。我其实我这个名所爱课，嘛是我高中的时阵，跟人咧拍电动的时阵，乱啊好，嘛是用到即马。看开大咧，啊，你名啥怎好出来？是恁本名就安尼叫吗？我的名是1号。所以恁感情才好着。我的名是1号。啊，恁名是你的本名？嘛，毋是，就是朋友号的，是一个算绰号。出去啉几杯的时阵乱啊好的。系啊，我咧叫。啊，恁炒出迄条 Party Song， 我教恁算一寡这奇奇怪怪的外音的，迄个 song 是哪像英语的 song 嘛？对。歌啊嘛是遮爽的，啊，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这条歌当初在写专辑的时阵，就是感觉佮欠一条，会当较趣味、较有活动性的歌。啊，迄个时阵贝斯手李世，伊嘛要去美国继续读册，安尼等来放假啦。啊，我迄个时阵就想讲，闲啊，不如个转去高雄一抓，甲因做伙佚佗安尼，就地取材，找一寡灵感。这是我灵感，这条歌就安尼写出来啊。是。啊，恁还有一条是 Party Song 2呢。嘿。你的2是 Part 2还是真正拎到吐出来啊？拢有。拢是。拢有。恁 Party 才好耍着。对对对。耍到才严重着。连续甲你接啊。高雄是毋是无问题？啊，这两条歌敢有啥物较无共的所在？Party Song 2应该是编曲较侪款物件，对。伊要讲啊，篇幅较长啊。Party Song 2，这个 Party 经较久就对啊，较有当耍就对啊，转折较侪安尼，转折较侪。咱知影吼，其实雨辰甲柯光罗一定是灭火器的团员嘛，你拢一定足有名。啊，那有啦，我嘛是听足侪届啊，听足侪档啊。看我大汉的对。看你大汉，现场在看几届啊。啊，恁当初哪会想讲要有另外一个乐团哈？因为阮主唱大正，伊是一个足无用的人，伊只要乐团休困的时阵，伊就会去拍戏，啊拍戏通常是拢1、2个月起跳安尼，所以我想的，不如大家拢同遐浪费时间，不如摕时间来写歌，做一寡甲音乐佮有关系的代志安尼。你无咧甲大正偷考试吼？无，偷你懂啊？完全是你想要试看卖较无共款的歌。对。哎，我安尼讲唔知大正的想起无？我感觉恁这团的歌较少年的，听起来较青春一寡。是。这当初马上就应出来。可能我较袂定着吧。哎呦。寒冷的天，无法度甲阮受伤的心。
拄则恁表演的这条原本的我感觉看迄歌词啊，有一种写你去心肝底的感觉。啊，这条歌是咧讲什么款的故事哈？就是我感觉人拢有欢喜的代志，甲无欢喜的代志。啊，毋过有当时你心情无好的时阵，无欢喜的代志会直直留伫你的心中嘛。啊，你规人郁伫遐，郁出起来，拢无法度继续向前行啦。所以我想讲写一条歌，甲过去的家己 say goodbye 安尼。整理一下家己的人生，对，甲整理一下，甲无好的代志拢藏伫涂骹，啊，继续行。过去家己你感觉敢有啥物无好的所在哈？敢有需要甲它藏起来？有当时啊情绪会较无好啊。哦，情绪管理还是情绪好？情绪无好，我足够管理的，足够管理的。管理啊无好，拢无人发现安尼。啊，恁感觉恁原本的恁啊，甲即马恁家己安尼相比起来，敢有啥物差别？有可能咖啡较歹啉的啊，即马。较歹胃粗胃也无爽管。我跟你讲，食中药有差呢，我最近我嘛是有咧食。哎呀，拢到迄个暗时啊，差不多要困的时阵，胃就开始做起来。咖啡恁个就介绍一个。啊，恁家己咧，恁感觉恁即马甲过去，敢有差啥物较无共款的所在？啊，即马我就应该是解酒啊吧。我不是嘛。你最近有去做迄哦健康检查是毋是？有年有。我嘛是，你是因为这个时阵开始的，拢是差不多啦，咱年岁差不多。年岁高啊，加油加油啊！健康的身体。啊，你说咧，你感觉过去甲即马比起来？即马较老啊啦，啊嘛做阿爸啦。哦，你做阿爸中意哦，安尼你应该是内底无共上多哦。是。即马较该泡茶嘛，对无？是，嘛要解酒啊啦。要袂改，较省啦，较省啦，较免开遐大条啦。是啊，买奶粉钱。解酒买奶粉钱，我做奶粉钱，是这些5零分。听起来就很是咧，这个风文。啊，煞啦，我嘛爱帮恁的歌迷问一个啦。新专辑的进度，即马是行到倒位啊？即马已经开始在录音啊。顶个月大家歌写了，啊，进度就是歌已经录了啊。对，阮是希望讲这个月会当甲所有的乐器拢啊录了，啊了送美国。啊，专辑的名敢想好啊？啊袂，我讲我歌名拢还袂想好。歌拢写好啊，拢咧 mixing 啊，啊，毋过是无名。真的拢安尼。恁敢知影恁家己乐团的自我的介绍写啥？敢过会记的？我第一个看到人写做。阮是一个无正经，一个个人想会写家己是一个漂泊的乐团，这是像写的，不是我写的，像。开始拄哦，开始拄。无正经应该是因为阮大家真正拢做介意搞笑的。对啦。私底下大家拢。经常笑亏，对，做爱讲笑亏，做坚持的，去到队拢想要搞笑，对方人家笑出来安尼。啊，恁现场表演嘛是有咧介意讲即歌吗？有啊。嘛是会甲恁的歌迷开讲安尼。对，因为阮较介意甲歌迷开讲，因为阮的歌听起来心情较沉啦，所以开讲的时阵，就是talking的时阵，拢会尽量甲大咖的歌迷安尼开讲，就是话好难。其实我常常去迄种演唱会啊，我看歌手。遮够讲的呢，因为中午咧等的时阵还是咧换场，你可能爱去面顶用开一寡时间。对。我拢唔知影你有法度讲遐济呢，迄拢爱先准备好嘛。话先准备好啊，啊，阮是拢无准备啊，所以有当时啊，你才抓出来，有当时无话讲啊，嘛是无话讲。对，伤忝啊，心情无好就无话讲。拄到无话讲，这个时阵要安怎？继续唱啊，马上来后一条啊！对啊。哦，啊恁，这是我私底下我。好奇啦，恁要开始表演进前啊，恁敢有需要准备做什么代志，还是讲爱四个人安尼爱画啥无？有拢有。雨辰大家拢无讲。就表演进前，雨辰做爱招阮做去放尿啊。就是放尿，去变数放尿。变数有遮趣味哦，需要大个人安尼做伙。就大家去看一下变数是要什么款啊？嘿啊，真正这是真正咧讲的。无啦，因为有当时要表演进前，唔知影对方的状况安怎嘛。啊，我想讲，行去变数这条路会当好好啊开讲。看是要较好来。平常时拢无时间开讲呢，一定爱做伙开变数的时间。有当时会紧张啊，系啊。可是你唔知你是咧紧张还是咧欢喜，还是
哦，啥无啊，所以大家都在斗阵互相安尼关心。免比，讲的就好。手牵手安尼。迄一群阿伯做伙去便所看下，淡薄仔奇怪。啊，恁呢？恁开始表演进前，敢有需要特别做什么代志？我应该是家己关起来，拢唔爱讲话。你讲你卖酒啊去便所，我想我家己冷静者。你是需要冷静一下啦。啊，你说咧，你敢有需要什么特别的代志？我着教育前去便所。你嘛是便所？对，去便所哩。便所去演的啦。啊，咱的节目呢嘛到上后壁啊，上尾你们表演的这条歌就叫做《陪护》。是。这条歌哪像听起来迄种情感淡薄仔叮当安尼，这是咧讲什么款的故事啊？迄歌词应该是讲要去找找梦想的人，对，啊伊的离开伊的原本的所在嘛，啊，我是要互一寡人勇气，甲因鼓励，安尼。所以这条歌其实虽然听起来淡薄仔悲伤，啊，不过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鼓励的歌。是一条鼓励的歌。好，咱咧上后边呢，就做伙来欣赏这条陪护。啊嘛，感谢 MP3 Oreo 来到咱海味60号佚佗，下摆再过来哦，而且我先去高雄找恁。昨暝知影你要来离开，离开你的温度，你的天，想要去异地的情风，想要得到一个全新的流浪。不知你会飘落去倒，相信。是一篇浪漫的歌词，我甘愿变成你的纸甲笔。你千万变成风中的小雨，是要走走找你的希望。你是陪
操蛇这两组音乐人杨树浩啊，还有 Empty Oreo， 因呢拢伫咧两种身份之间自由的转换，甲生活的点点滴滴情感藏伫咧音乐内面。一面伫教室还是舞台顶观察世界，一面用无共款的旋律写出快乐的歌词。因呢，互咱看到讲，身份虽然多，啊，毋过对音乐的热情拢是同款的。我是帅克，海味61号，再会，拜拜。